我之前去比赛，啊拄着人一款类似人讲，咱个唱了改袂歹，啊叫去向拍落来，安尼，啊迄届哦，咱信心满满哦，啊拍落来了后，我规个2年对音乐规个放弃，安尼，有2年的时间听到音乐我就好，啊迄阵哦是安怎爬起啊？就是为着要拍阮某，迄阵就要拍阮某。讲到重点嘛，讲到重点嘛，好，然后啊，你拍车的时阵，你是不是为了为了得到他的也介意？啊，那我们就会把自己的专长，给电脑出来，安尼嘛，系啊。伊讲，我甲讲，我很会唱歌，伊唔相信。那所以那个时阵，你原底是已经放弃音乐，敢有做什么其他的头路维持生活？较早咧做厨房啊，哦，迄阵我就摆是台中做厨房，安尼啊。啊，有机会拄好倒来朋友，甲伊有熟识，啊，甲伊去唱歌。伊讲哦，除非我比赛拿第1名，伊才要跟我做伙啊。迄阵有拄好庙那一种庙方，迄庙的拄好有人办比赛嘛，我拄好去参加比赛，拄好得到第1名。虽然你咧讲为着师母，敢若讲行转来音乐是条路，对。不过迄个中间真正心内艰苦是真歹去描写。